嘉义县伫昨昏是举办各种基业教育成果的发表会，一寡山区偏乡的学校，虽讲教育资源偏平地学校加较少淡薄啊，不过伊嘛是结合在地资源，提供学生囡仔学习的机会。控制机器人摄取物件来报考啊，还有运用 VR 科技的体验设备。今仔日嘉义县各种基业教育成果发表会，各间学校拢展现努力的成果。教育处表示，嘉义科学园区的计划已经开始规划，人才栽培嘛就要提早准备。看到不同学校的人来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我们可以介绍我们自己的木工啊，或餐饮，我都就是感觉很荣幸。技艺教育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跟这个高职端来做一个携手合作。我们希望可以打造在地产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就可以在国中、高中这个阶段来做一个培育。嘉义县伫109学年度，总共开设180班的技艺课程，每年拢有大约6成到7成国三学生来上技艺教育课程。也毋过一寡山区偏远的学校，因为学生人数无够，教育资源嘛相对较少。学校就要利用社区资源，增加囡仔的学习机会。像现在学生越来越少，我们很难就是真的依照学生真的很想要像是电机、电子啊，或者是那种其他数位相关的东西，就会比较困难。我们就会把它融到其他课程，就比较没有办法用记忆教育的方式去呈现这样。在开设职群的时候，也希望尽量可以符合学生的一些才能啊，然后他们比较偏向的方向，然后我们尽量的去找寻他的师资，然后也希望可以尽量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结合。少间学产生的问题影响到真侪学校，教育处表示，为了要照顾偏远学校学生的教育品质，嘛尽量来协助，尽量配合社区的资源甲学校结合，让学生有更较侪合适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